现代台语版圣经犹大书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雅各的兄弟犹大。我写批予遐个受上帝选召、得着被上帝的疼、受耶稣基督保佑的人。愿上帝丰丰富富赐恁人民平安甲慈爱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早就一直爱要写批予恁，甲恁谈论咱拢有份的拯救。我感觉即阵需要随时写批甲恁鼓励，爱恁为着我最后一遍传授予信徒即个信仰，继续奋斗。因为有一寡无敬畏上帝的人，偷偷钻入来咱中间，利用咱的上帝的恩典做放唱的借口，搁毋捌唯一的主宰，咱的主耶稣基督。真早以前，圣经就有言，这人一定着受刑罚。虽然恁知这一切的事，我要求要甲恁提醒。主一遍就完全将以色列人民对埃及地救出来，然后毁灭遐个毋信的人，搁遐个无守本分、离开本位的天使，因互少年永远连伫黑暗的深渊。上帝甲因关伫遐，听候审判的大日子。住伫索多玛、蛾摩拉甲附近城市的人，嘛甲遐个天使相款淫乱，放纵反自然的性欲，受到永远袂花的火的刑罚，做正人的境界。相款，这个空思妄想的人，嘛损害家己的身躯，藐视上帝的权威，侮辱天顶遐个尊荣者。天使长米迦勒为着摩西的遗体甲魔鬼争论的时，嘛毋敢用诽谤的话责备，只有讲主谴责你。毋过，这人诽谤因所无了解的事，因亲像野兽去做照本能所在的代志，结果受毁灭。因惨啊！因为因行该稳的路，搁为着钱财陷倒伫别人的错误。因甲考拉相款，因为背叛来灭亡。因毋知见笑，大食大啉，家己顾食，来破坏恁的爱餐。因亲像云，互风吹来吹去，拢无落雨；亲像树到秋天也无结果子，互人连滚哭起来，死甲大哭哭。因嘛亲像波浪喷出水沫，露出家己的见笑，亲像离开轨道的星，落落去上帝为着因永远保留迄个黑暗的深渊。亚当的第七代孙以诺有言，这个人讲：恁看，主带千千万万的圣天使来，要审判所有人，刑罚一切无敬虔的罪人，因为因用无敬虔的方法做一切无敬虔的事，搁讲亵渎上帝的话。这人不时拗念、埋怨、趁需要做代志、讲大话，为着利益扑他别人。亲爱的朋友，着会记得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有言的话，因有甲恁讲，伫末期有一寡趁家己无敬虔的欲念做代志的人会出现，因爱踢笑别人的信仰。这个是制造纷争、受本性支配、无甲圣神结连的人。恁的亲爱的朋友，着将家己建立伫恁至圣的信仰顶面，着靠圣神祈祷，着踮伫上帝的疼保守家己，
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对一寡心存妖异的人，着怜悯因；有一寡人着对海中甲因救出来，阁有一寡人着怜悯因，毋过着家己警戒，连因互情欲捌着的衫，都着厌恶。上帝会保护恁袂坠落，互恁无缺点，欢欢喜喜徛伫伊荣耀的面前。愿独一的上帝，咱的救主，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荣光、尊严、能力、甲权柄，对万古到现在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